列王紀下第14章。以色列王約哈斯的兒子約亞斯第2年，猶大王約亞斯的兒子亞瑪謝登基。他登基的時候年25歲，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母親名叫約耶旦，是耶路撒冷人。亞瑪謝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但不如他祖大衛，乃效法他父約亞斯一切所行的，只是邱壇還沒有廢去，百姓仍在那裏獻祭燒香。國一堅定，就把殺他父王的臣僕殺了，卻沒有治死殺王之人的兒子，是照摩西律法書上耶和華所吩咐的說：不可因子殺父，也不可因父殺子，各人要為本身的罪而死。亞瑪謝在鹽谷殺了以東人10000，又攻取了西拉，改名叫約帖，直到今日。那時亞瑪謝差遣使者去見耶戶的孫子約哈斯的兒子以色列王約亞斯說：你來，我們2人相見於戰場。以色列王約亞斯差遣使者去見猶大王亞瑪謝說：黎巴嫩的蒺藜差遣使者去見黎巴嫩的香柏樹說：將你的女兒給我兒子為妻。後來黎巴嫩有一個野獸經過，把蒺藜踐踏了。你打敗了以東人，就心高氣傲，你以此為榮耀，在家裏安居就罷了。為何要惹禍，使自己和猶大國一同敗亡呢？亞瑪謝卻不肯聽這話。於是以色列王約亞斯上來，在猶大的伯示麥與猶大王亞瑪謝相見於戰場。猶大人敗在以色列人面前，各自逃回家裏去了。以色列王約亞斯在伯示麥擒住亞哈謝的孫子約亞斯的兒子猶大王亞瑪謝，就來到耶路撒冷，拆毀耶路撒冷的城牆，從以法蓮門直到角門，共400肘。又將耶和華殿裏與王宮府庫裏所有的金銀和器皿都拿了去，並帶人去為質，就回撒瑪利亞去了。約亞斯其餘所行的事和他的勇力，並與猶大王亞瑪謝爭戰的事，都寫在以色列諸王記上。約亞斯與他列祖同睡，葬在撒瑪利亞以色列諸王的墳地裏。他兒子耶羅波安接續他作王。以色列王約哈斯的兒子約亞斯死後，猶大王約亞斯的兒子亞瑪謝又活了15年。亞瑪謝其餘的事都寫在猶大列王記上。耶路撒冷有人背叛亞瑪謝，他就逃到拉吉，叛黨卻打發人到拉吉將他殺了。人就用馬將他的屍首馱到耶路撒冷，葬在大衛城他列祖的墳地裏。猶大眾民立亞瑪謝的兒子亞撒利雅接續他父作王，那時他年16歲。亞瑪謝與他列祖同睡之後，亞撒利雅收回以拉他，迎歸猶大，又重新修理。猶大王約亞斯的兒子亞瑪謝15年，以色列王約亞斯的兒子耶羅波安在撒瑪利亞登基，作王41年。他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不離開尼八的兒子耶羅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裏的一切罪。他收回以色列邊界之地，從哈馬口直到亞拉巴海，正如耶和華以色列的神藉他僕人迦特希弗人亞米泰的兒子先知約拿所說的。因為耶和華看見以色列人甚是艱苦，無論困住的、自由的都沒有了，也無人幫助以色列人。耶和華並沒有說要將以色列的名從天下塗抹，乃藉約亞斯的兒子耶羅波安拯救他們。耶羅波安其餘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他怎樣爭戰，怎樣收回大馬士革和先前屬猶大的哈馬歸以色列，都寫在以色列諸王記上。耶羅波安與他列祖以色列諸王同睡，
他兒子撒迦利雅接續他作王。